来看智利的前总统皮涅拉，昨午因为直升机失事不幸过往，食到74岁。智利政府宣布全国哀悼3天，卖办国葬。有路透社表示讲，有消息人士指出，这台直升机是皮涅拉家己使的，也毋过官方还未证实。这台直升机要飞去佗，嘛无公布。智利海军伫首都身伫个南边，差不多920公里，只受环境的度假胜地拉格朗科，找到前总统皮涅拉的遗体。这个消息嘛由智利国家救灾机构甲皮涅拉办公室证实。皮涅拉迄当阵甲另外3个人搭共一架直升机墜落湖底，这3个人也活咧，敢若74岁皮涅拉罹难。初步判断可能是迄当阵大范围落雨，能见度低才会发生意外。不过真正失事的原因还会调查。智利政府宣布全国哀悼3天。7号会举行国葬。Chile somos todos y debemos soñarlo, dibujarlo y construirlo entre todos, dijo Sebastián Piñera al asumir su segundo periodo presidencial el 11 de marzo de 2018. 皮涅拉乘载家己驶直升机4架去，当年4月，伊拢会甲亲人伫拉格朗科度假。南美洲几啊个领导人，包括巴西总统卢拉、阿根廷总统米雷伊、巴拉圭总统帕尼亚等等。拢对皮涅拉雄雄过身表示哀悼。皮涅拉是独裁者皮诺契特政权了后，智利头一个民选右翼的领导人。伊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位。2010年至2014年头一个任期内底，带领国家的经济有真大发展甲进步。伊我保证要卖出部分资产的承诺嘛有实现。伫这个任期上界出名的代志，是2010年成功把掉伫阿塔卡马沙漠69天33个矿工救出来。这个消息是轰动全球，还佫拍做电影。2018年第2个任期，因为经济无景气，智利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。皮涅拉部署军队压制，防指控是侵犯人权。Lamentable el fallecimiento del presidente Piñera. Yo no soy muy vinculado a la derecha, pero creo que es uno de los mejores presidentes que ha tenido Chile, porque fue cuando Chile. 皮涅拉伫1980年代，把信用卡引进智利，加做智利上界好业的人之一。伊还佫投资智利航空公司、卡球俱乐部，甲一间电视频道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